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24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这个国民老公啊，或者叫国民老公公啊，又有新闻了。这个经理人杂志報道啊，說王思聰公司名下股權被拍賣。企查查 APP 顯示啊，近日法院對北京普思投資有限公司名下上海什麼麥吉文化傳播有限公司8%股權拍賣進行預告，起拍價10.75萬元。值得注意的是，在競買公告中提示，該部分股權價值評估值為負的166萬元，以評估費等必要費用作為該標的的起拍價，起拍價為10.75萬元。企查查信息顯示啊，北京普思投資公司由王思聰擔任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經理，並全資持股。也就是這個股權啊，對應的價值是負的160萬。那你說誰會花10萬塊錢買這股份呢？不是買個債回去了嗎？這個與其說是拍賣啊，不如說是寒碜這個王家，寒碜這個曾經的首富啊。這個實際上啊，標誌着這個王家呀，很快啊就要被列入限高，列入失信被執行人了啊。估計2026年啊，曾經的王首富，甚至他的兒子王思聰啊，都有可能啊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也就是通常意義所說的老賴。這個也是個必然啊，遲早的事啊，早晚的事。然後今天啊，還有一些關於房企化債的事情。你比如說啊，遠洋集團披露7支境內債重組方案獲得通過，化債本金總額130億元，極大緩解了短期償債壓力。12月23日，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債務重組計劃正式生效。伴隨這一決定性進展，融創約96億美元的現有債務已全部解除即免除，成為首家境外債基本清零的大型房企。此前，融創150億元境內公開債券重組也已完成。這個也挺有意思啊，融創的這個96億美元，就將近這700多億人民幣的一個境外債啊，沒了，變成股份了啊，一風吹也不用還了。中植研究院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目前，21家出險房企債務重組重整獲批，化債總規模約1.2萬億，大幅減輕行業公開債務償還壓力。在這條足以重塑未來市場格局的超萬億元化債路上，以融創為代表的部分房企何以率先上岸？他說了很多啊，咱們就不介紹了。我覺得融創能夠率先上岸，實際上就兩個，一個是債權人呢還抱有幻想，還想能回來一點；第二個就是孫老闆，他願意同舟共濟啊，就是把自己的好不容易挪到外面的財產又給他拿回來一點，對吧？把這個作為一個叫增信措施。你現在啊就要對融創進行清算，那你恐怕1毛錢拿不回去。哎，你要答應我的條件，咱們5年以後再說。我把這個，你憑什麼相信我呢？我又把我家產，對吧，拿出來了做抵押，也不行，到時候分我這個家產也比現在分融創要好。就這個邏輯啊，就咱說通俗一點，那債權人當然願意了，對吧？你現在給你破產清算，或者清償率還不到1%，對吧？你孫文斌把家產拿出來了，就說你這個那也不止1%了，那可以啊，就這意思啊。所以有媒體就說了啊，說為什麼萬科的債務重組就是展期方案得不到通過呢？融創還2次通過的吧？融創是第一次展期3年不行，又展期，然後現在整個債就化掉了，變成股了。說為什麼萬科就不行？這道理是同樣的啊。有萬科的大股東不可能說拿東西出來，融創的大股東是孫文斌吶，他個人吶，對吧？萬科他沒有辦法增信，大股東已經表態了，市場化、法治化，我已經盡力了，就這意思。那在債權人看來，那你這沒有誠信啊，對吧？你把好資產的近水樓台先得月拿走了，完了剩下的這些殘羹冷炙啊，剩菜剩飯讓我們分，就這意思啊。所以說萬科你看就顯得更難一點。但是啊，說了說句啊，殊途同歸，就是無論是債務重組成功還是不成功，就結局都是破產重整。也就是說，對現在這些號稱債務重組成功的公司啊，不要抱有什麼希望，不要以為就逮着機會來去投資買他的股票，這都是延緩。只要啊韭菜不買房，最終還是要破產重整。這裡我們也要說一說這個華夏幸福了，對吧？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這個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啊，
說華夏幸福與中國平安從攜手到反目。中國平安是華夏幸福的第一大金主、第一大債权人，甚至還成为第一大股東。那整个的华夏幸福的债務重組，中国平安是出了最大的力。但是现在恩将仇報了，反目成仇了。為什麼？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說，從化債盟友到對簿公堂，華夏幸福與中國平安矛盾持續升級。12月22日，華夏幸福公告，公司董事會否決了股東平安人壽提交的5項臨時提案，至2025年第3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8名董事7人反對，將雙方的矛盾再次擺到了公眾面前。你看也就是華夏幸福的董事會股東層面已經決裂。因為這個現在是這個中國平安應該是華夏幸福第2大股東吧，但是董事會只有1席，那7個都是王文學的人。你這個第2大股東提案說咱們要召開一個股東大會，審議什麼呢？審議什麼對吧？1、2、3、4、5、6、7，總之肯定對大股東都不利的，對這個破產重整不利。他還提出異議好。你這個議案先要過董事會，對吧？董事會審議完了再提交股東大會。結果董事會你這個中國平安只有一個董事剩下的都是人家第一大股東的，所以說7個人反對。但是這些東西都要公告的所以說一公告，這個華夏幸福這個董事會的這種分裂，對吧？股東之間的鬥爭就公之於眾，浮出水面。就在12月17日，平安人壽以及平安資管作為原告，將華夏幸福單一第一大股東華夏幸福控股以及董事長王文學告上了上海金融法院，申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自去年10月份以來，華夏幸福和中國平安在化債問題上的分歧逐漸加大，從置換貸方案到預重整，從專項財務盡調到此次臨時提案，雙方各執己見。他這個報道很長我每次都要重申一下，這個華夏幸福是恆大暴雷之前第一個是1000億規模的上市房企暴雷。實際上華夏幸福先暴雷暴雷2年之後，中國恆大才暴雷。那麼華夏幸福一暴雷以後，在河北省這個主持下，然後這個平安集團那是大金主人家有的是錢，作為第一大債權人，對吧？然後就債轉股，亂七八糟的一頓債務重整，一頓操作猛如虎然後這個華夏幸福債務重整就成功了，就像這個融創、碧桂園一樣成功了。但是你看5年以後，華夏幸福提出破產重整，這就是命運，你何苦呢，對吧？所以這個中國平安那絕對的是不清醒，對吧？我要是中國平安的頭，當年我就讓他破產重整。你拖這5年，現在你看看拖成仇人了吧？完了之後你損失更大，就是中國平安損失巨大，當年就應該快刀斬落麻，破產重整。然後你要看好華夏幸福，那你把第一大股東踢出去，對吧？你平安集團自己當第一大股東，對吧？你再掏點小錢把這個華夏幸福給它盤活，那雖然有損失那比現在也小。你現在你看華夏幸福人家主動破產重整，中國平安的債和股那都是灰飛煙滅他後面還加了錢呢，後面為了救華夏幸福他還增資了，對吧？又借了新的債，這個都沒了，知道吧？越陷越深。所以這就是我建議這個萬科，對吧？趕緊破產重整，這些債權人不要再期望很高了，還要往裡搭錢。深圳地鐵都不應該往裡搭錢，他去年就應該破產重整。如果大家是不是這個道理去年萬科破產重整，深圳地鐵至少損失幾百億，而這些錢都是大頭的錢，對吧？就這麼不明不白的墊進去了。你以為你救得起來它，實際上你根本救不起來它，因為它這個負債它很多表外負債那都是冰山一角你根本就摸不清也不能怪這個什麼大股東因為他公司的這個總經理他都不一定知道，盤子太大，搞不清負債多少，或有負債叫或有負債，還有表外負債，他是自己都整不明白。我記得恆大暴雷的時候我說過，恆大一暴雷的吧，你工作組為了摸清恆大的家底，你就得要請一個龐大的會計師事務所，恐怕要上1000人，這麼大的一個團隊工作半年，你都不一定摸得清楚這個恆大的資產有多少，有效的，對吧？還有什麼狀態，受限和不受限，資產你要把它核實，就這個工作你得花費1-2個億，你就把恆大的家底摸一摸，你就這工作就得花2個億，恐怕都不止。我看到恆大每年專項審計費都是幾千萬嘛，那你這個家底大清查，這工作量多大？所以你問徐老闆你到底欠多少錢，他哪知道？這個萬科還有一個消息我看有很多媒體報道說萬科博裕清退10餘家深圳門店，已制定
安置賠償方案。12月份以来啊，深圳多个区域的博寓租客陸續接到清退通知，涉及龍華、觀瀾、錦里公社、龍崗、五和、大發鋪公社等10餘家門店。這是界面新聞記者報道啊。這個博寓是萬科啊，在2016年成立的，是一個長租公寓品牌。據說啊，現在它管理28萬間房屋用來出租，應該是啊，目前中國租賃住房領域的頭部運營商，規模行業第一。那為什麼選擇在12月份，對吧？要集中進行調整，把這個大量的關店呢？據這個博寓內部人士說啊，此次清退主要是針對部分低效或風險較高的存量項目，屬於萬科聚焦核心優質資產、提升運營效率的戰略調整，並非長租公寓業務的整體收縮。目前，針對受影響租戶，博寓已制定多項安置及賠償方案。12月19日，界面新聞記者走訪了位於福田、龍崗區多家未涉及清退的博寓門店，這些門店均正常運營。話雖然這麼說啊，實際上是近年來啊，住房租賃市場整體進入調整階段，需求與租金增長均面臨壓力，部分項目啊面臨回報週期長、運營負擔重。在此背景下，一些非核心區的低效或潛在風險較高的存量資產，自然成為博寓這輪戰略優化的首要對象。實際上啊，這個長租公寓啊，在當前這個環境下是很難賺錢。因為大家知道，這租金是在下行，租金下行，現在這個經濟形勢啊，很多年輕人在城裡他找不到工作，滬漂、北漂、深漂，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呢？他就回家了，對吧？他那個4線城市或者3線城市家裡還是有房，或者農村他是有房的，提前回家過年了，明年還出不出去都不知道。也就是城裡面啊，房屋肯定是大量過剩，因為你提供不了工作嘛，你房屋大量過剩，那房租只會降，對吧？就是這是市場規律啊，供大於求啊。你房租一降，這些長租公寓都要賠錢，它大量的房子租不出去，你要不降價你租不出去，降價它又賠錢，就這麼個情況。所以對萬科來說啊，你這個時候什麼博寓啊，它就不是個好資產，賣恐怕也賣不掉。2025年上半年，萬科博寓實現營業收入18億元，開業規模達到19.8萬間，出租率93.3%。你看看啊，博寓方面透露，近年來其正在探索非居改保、由售改租等模式，尤其在2025年以來，持續深化與地方國企合作，發力人才房、保障性租賃住房等政策性房源。這些都是望梅止渴。你想28萬間房，每間房賠100塊一個月，不難吧？就目前這個經濟形勢下，對吧？你賠128萬間，一個月就是賠2800萬，一年就3個多億，就淨賠呀。這些長租品牌啊，都是房地產烈火噴油時代，都是經濟上行時期它的產物。哎，那個時候你這個能算得過來賬，對吧？這個商業模式啊合適，因為租金在漲，對吧？我跟房東簽5年協議，我呢跟這個租客，對吧？1年1簽，半年1簽，或者3年1簽，反正鎖定收益，房價在漲嘛。但現在呢，你鎖不住啊，對吧？你要跟租客租3年1簽，貴了，那租客他頂多我這1個月租金我不要了，我退了跑了，你能怎麼着？對吧？走的時候順便把你電視機給搗壞，你不退我租金，對不對？所以說啊，想賺錢太難。對萬科來說，這個尤其是現在萬科，對吧？越渴越吃鹽，現金流斷裂的情況下，那這又來一個這個包袱，對吧？應該早點甩掉。總之啊，這個恆大暴雷，這個4年多以來，對吧？現在是越救啊，這些房企日子越難過，反正沒看見哪個房企說日子好過的，越來越難。今天這個《金融時報》報道啊，他說啊，住建部說啊，保交樓、保交房任務全面完成。12月12日、22日至23日，全國住房城鄉建設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全面盤點2025年工作，系統總結“十四五”時期住房城鄉建設事業發展成就。會議提到，“十四五”期間，保交樓、保交房任務全面完成，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好房子建設形成社會共識。它這個挺長的啊，咱們就不說了。總之啊，這個住建部說了啊，咱們保交樓、保交房任務是全面完成。如果你說你那房子還是爛尾樓，那你怎麼呢？你找着自己原因，為什麼對吧？住建部說了，全國都已經完成了，你那還是爛尾樓，那不是自身原因嗎？今天一個比較大的新聞就是北京啊，又推出
救市措施啊，叫北京优化調整住房限购政策，北京放寬非京籍家庭購房條件。我看了一下啊，主要是這麼幾個，第一個是放寬非京籍家庭購房條件，將非京籍家庭購買5環內商品住房社保和個稅繳納年限由現行的3年調減為2年，叫3改2；購買5環以外的商品住房的，由現行的2年調減為1年，叫2改1。也就是往前又挪了一小步啊。二是支持多子女家庭住房需求，2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可在5環內多購買1套商品住房，京籍多子女家庭可在5環內購買3套商品住房，在经連續2年繳納社保和過稅的非京籍多子女家庭可在5環內購買2套商品住房。然后就是關於新貸政策啊，也就是這個什麼不再區分首套住房和2套住房的這個利率，加大公積金支持住房消費力度，調整2套住房公積金貸款最低首付比例。我看了之後啊，作為一個北京籍，我沒有任何購房的慾望啊，你就是容許我買10套也沒用。今年8月份對吧，實際上北京上海已經放鬆了一次，效果呢好像反正沒堅持1個月。你這次這麼小改，就我就奇怪了啊，他為什麼不一次到位呢，對吧？你什麼3改2、2改1，你就5環外放開就得了唄，對吧？看看有沒有人買。5環內你說，哎，如果效果好，我這再過2月5環內也放開。那他搞了個3改2、2改1，這個讓很多炒房的人啊，讓很多對房地產還有念想的人，他反而失去了這個叫信心。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時候小道消息說的都是要貼息，對吧？財政部要真金白銀拿錢出來貼息，又是要收購多少萬套房做什麼保障性住房，結果你這時候來個這個政策，或者那就意味着啊，你貼息恐怕也不靠譜了，是不是這意思啊？反而啊，讓那些炒房的人呢更加絕望，這站到天台上就要往下跳了，對吧？這實在不行，他扛不住，他就砸盤出貨了。那照這樣的話，估計過2天這個上海啊也會出台這個措施，大概跟北京差不多，就是往前邁一小步。為什麼這個現在樓市對吧這麼低迷？也就是為什麼韭菜他不買房？最近很多專家、經濟學家他老說這個是啊這個唱空的，對吧？然後形成一個悲觀預期。所以影響了大家這個判斷，很多專家的這個論調吧。實際上這些專家他就不說根本原因，就是說你拋開樓市，你看看現在的老百姓他是什麼個心態？他不光是不買房啊，他連消費他也不消費啊，对吧？他玩命的存錢，他不加槓桿，他不貸款。你從央行數據他這這麼個現狀，他不光是不買房，對不對？不是光樓市低迷，消費也低迷，難道是老百姓對消費也沒有信心？所以說這專家就是整整研究說瞎話。為什麼這麼說啊？其實今天啊，我看網上突然全網火了一個事件，好像是河北這個廊坊吧，一個叫新兴，叫鄭欣欣是吧？事件，我當時還不知道怎麼回事，網上去鋪天蓋地的，突然就火了。大家可以看視頻啊。你疏散很不懂，你连不小心来了抓坏了，我里边还有点说话啥？我让你搞这个走了，要我人，都不要，不要，跑起来，杀了，你直播哪直播？太欺负人了！
那这個事情到底怎麼回事呢？實際上我大概看了一下，是這個女的大概40-50歲吧，叫鄭欣欣啊，她就是嫁到這個婆家跟她老公，然後這個他們也打拼啊，也生了孩子，孩子也大了我看。然後呢，這個女的跟她老公兩人就打拼啊，對吧？辦廠一路吃苦過來的。然後這個老公啊，據說啊有了外遇，這都這麼說的啊，有外遇完了之後呢，大概要跟這個女的要離婚，兩個人離婚呢，然後就在他們離婚之前4個月，就是這個男的把他們一起辦的廠資產轉移啊，債務還留在這個廠這個企業，然後呢，在他的哄騙之下啊，讓他這個老婆啊當了法人，然後把這個負債留給這個廠或者企業，然後資產轉移到這個男方妹妹名下，然後什麼做外貿，河北廊坊嘛，然後後來這個就逼着女的離婚，然後就大概就是净身出戶，完了之後還背着一屁股債，他莫名其妙當了法人呢，說背了幾百萬的債，400萬，所以說就這個故事啊，因為這個是單方面說法，我要強調一下啊，因為我在網上我就沒有看到男方在發聲說解釋怎麼回事，沒有，只有這女方在發聲，而且這個輿論是一邊倒的在支持女方，然後這個女方就去維權呢，到男方就鬧，女方就帶了很多親戚啊，這一鬧啊，這事情就鬧大了，越鬧就很多人看熱鬧，然後這個他在網上發抖音，所以周邊的人好多人跑去看，越鬧越大，最後沒辦法，警方出動啊，這個警方都在那兒都走不了，就是群情激憤，已經變成一個群體性事件，大家都為這個女的鸣不平。這事情大概就這麼個事情啊，就是一個這個男的處心積慮的掏空家產，完了之後把債甩給老婆，讓老婆當法人，用老婆的名義貸款，資產掏空了，然後離婚，讓老婆背着債走了。那你就是這個故事就夠狗血的啊，這個故事足以啊，他這個完美的叫什麼受害人。所以在網上就引起熱議，就是輿論基本上都是一邊倒的在支持這個女的。那我為什麼聊這個事呢？實際上啊，因為按照道理啊，他這種一邊倒的，對吧？只有一個聲音的，對吧？看不到對方的任何信息和任何解釋的這種事情不能聊，因為很容易翻車。你不知道全貌，對吧？你只偏聽一方信息。但是我今天要聊它什麼呢？我感覺啊，為什麼這個事情，對吧？引起這麼多人的關注？它反映的是網友是什麼一個心態？恰恰就是我剛才說的，現在大家都認為貸款不好，大家都害怕貸款，因為我們內心深處，對吧？抵制、排斥貸款，因為這個害怕負債。你這個時候，你看負債的不就是買房的嗎？買房的負債應該多慘吧？還做生意的負債的，生意倒閉多慘吧？所以大家，對吧？看到的都是這種沒負債的人過得還可以，對吧？前一陣子熱搜被一個叫零負債人群嘛，這個社會過得最滋潤的是零負債人群，還不一定說有錢人，而是零負債人群，他就沒有債，然後他一個月拿3000，他也挺開心的，夠租房夠吃就行了，沒有債，零負債人群反映的也是一樣的啊，就是說大家的厭惡負債，厭惡加槓桿。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事情在網上一傳，對吧？那大家當然就同情這個女的，那個女的，對吧？這麼辛苦，這麼任勞任怨，結果還背着一身債，完了這個債很有可能啊被這個男方給他掏空了，轉給妹妹或者轉給小三了。那網上當然群情激憤，因為大家都會，這叫共情啊，就覺得負債太慘了。也就是咱們說的，你可以騙人，你不能騙錢呢。這個事情誰對誰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個事情實際上就是戳中了當下，對吧？這個網民的這種厭惡負債、厭惡這種加槓桿這種心態，那認為這種，對吧？這是最危險、最值得同情的，所以大家天然的就同情他。你說這人結果還背了400萬的債走了，這誰受得了啊？所以網上到處煽動啊，所以就一邊倒的，煽動到什麼程度啊？就是警察去了之後，當地我看至少有好幾千人在那圍觀呢，那只是一個農村吶，一個鎮吶，都跑去看熱鬧圍觀，這個事情夠狗血啊！所以我想說明的是什麼呢？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這些專家閉着眼睛啊，你忽悠人去買房，誰敢呢？買房不就是借債嗎？按揭貸款，對不對？借債這麼慘，弄得不好，對吧？家破人亡。這個新興這個事件，實際上它就至少反映了啊，老百姓現在只想零負債，不想貸款。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指望着房子賣掉，對吧？指望着韭菜去買房，太難。今天網上流傳啊，一個2025年12月15號的，是一家醫院蓋着紅頭公章的啊，蓋着這個大紅公章，但是這個看着不太清楚。人事科
發的一個通知，說財務科啊，說根據醫院目前經濟實際收入情況，實行以收定支方式安排醫院的各項經費，按照近期收入情況，經院黨兩委會研究，全院職工代表大會通過，全院幹部職工含临聘人員按照全額實發工資額的60%發放，折後工資低於2450元的，按照2450元進行發放，高於2450元的，按照折後實際金額發放。12月15號，你看看啊，這大過年的，醫院的工資就打了6折，按6折發了。但是你低於2450的，就是最低生活標準的，那就是就打完折之後啊，低於2450元，那就是還是反正最低給你发2450吧。打完折之後的，超過2450的，那就是按打折6折給你发。這可是一家醫院呢。農民日報報道啊，說16省挪用41億農補去還債去發工資，最長時間竟達9年之久。41億元的本來是給農戶的惠農補貼，居然被挪用去發工資去了。你說說，現在已經到什麼地步了？这是农民日報報道的啊，公務員的工資如果發不出來，實際上各個地方公務員也是買房的主力啊。那些對吧，有外快的，有灰色收入的還好，有一些老實巴交的公務員他沒有灰色收入，那你說他這日子怎麼過？工資發不下來，他按揭貸款他要還，等着暴雷。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